全世界都看好中国市场。中国有2个优势：第一，中国的政治稳定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。人家讲，哎呀，这个美国，你还没搞清楚这个民主党还能待多少久，突然共和党上来了。你刚刚弄清楚共和党谁是，然后民主党上来了，所以这个复杂。只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5年内，我觉得真是越想越了不起，自我提升的能力，自我革新的能力。这个国家的反腐，这个国家政府的廉政工作做到举世全世界没有个国家做这个样子。我去了那么多国家，最头痛的是腐败群体，都是官员政府。第二个，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，老百姓的安全，凭着政治稳定、社会安全，加上整个经济依旧保持6%以上的增长，这个国家的经商环境是最好的。